灣懷疑發生猝死事故。週四6月5日凌晨3時18分，一名女子於大河道100號海之戀一個住宅單位內，懷疑洗澡期間突然暈倒浴缸內，其友人見狀報警求助。救護員接報趕至，發現姓潘29歲，事主不省人事，立即為他進行急救，再送往就近的仁濟醫院。為經抵院搶救後，最終仍證實不治，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。警方介入調查，將案件列作有人暈倒，送院死亡跟進，正了解事件始末。荃灣懷疑發生猝死事故。週四6月5日凌晨3時18分，一名女子於大河道100號海之戀一個住宅單位內，懷疑洗澡期間突然暈倒浴缸內，其友人見狀報警求助。救護員接報趕至，發現姓潘29歲，事主不省人事，立即為他進行急救，再送往就近的仁濟醫院。為經抵院搶救後，最終仍證實不治，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。警方介入調查，將案件列作有人暈倒，送院死亡跟進，正了解事件始末。